少君，少城主在里面等你。为什么？修复那为什么？无非是倦了、厌了，不喜欢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你说出来，我们可以一起解决。你承诺过我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都会与我商量，不会独自一人擅作决断。我当然有事瞒着你，你不一样有事瞒着我吗？韩少君，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的话，我可以改。少君对我可真是情根深重，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，是不是忘记自己什么身份了？我帮你回忆回忆啊。回忆？什么？玄虎城图谋花园城的巫石矿，假意求和，派少君入赘，表面上是和和气气侵入一家人，但实则是在图谋攻城夺矿。玄武城擅制火药，也练兵器，硬碰硬岂不吃亏？索性我将计就计，当街抢亲。所以一见钟情是假的。为了博取信任，我盗得龙骨，化成一碗汤。至于我心急也是假的。不，至于心急是真的，因为龙骨那东西对我而言没有这么重要。我供奉一块死物做什么？只要韩少君在我手上，玄虎城就不敢越雷池半步。你是活的护身符。那烟华下物质断魂散，糖浆，喝的是糖浆。你一直以为我中毒之后武功全无，感到愧疚，可那都是骗你的。我去同情吧。你看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变得多听话。明明是一只大老虎，却乖得像一只小猫咪一样。手环也戴上了，火药换成了烟花。就连令牌也给了我。韩少君现在是孤身寡人一个，身边除了白姬那个蠢货，一个可用的人都没有。我知道玄武城的耳目众多，
所以我不会蠢到把你流放到南疆，等玄武城的奸细去救你。我为少君选了个好的去处，少君安心去吧。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，没有人会知道你在哪里。不过你也不要想着要逃，我会日日锁着你，派重兵看守你。若来日玄武城蠢蠢欲动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玄武城城主看见的就是你的尸体。